周身上下幾十種疼痛，唔需要過度治療，記好一味藥。藥店呢一般都唔會主動咁推介嘅，因為呢佢又平又實用，利潤亦好低。咁今日呢同大家分享一個醫生先知道嘅真相。其實呢大多數身體嘅疼痛啊，真係唔使大錢呢去做咩理療啊，貼咩膏藥啊，即係錢使咗唔少，但係過唔到幾日呢啲疼痛呢仲係反反复复。其實周身上下嘅各種疼痛呢，你記好呢個醫生自己都喺度用嘅5重總痛釘就好啦。細到呢腰痛啦、腳痛啦、關節痛啦，同埋肌肉酸痛；大到呢肩周炎啦、頸椎病啦、腰椎間盤突出啊、風濕骨痛等引起嘅多種疼痛，呢啲問題呢都可以用到佢嘅。咁佢呢就係由12味活絡通經嘅中藥材組成嘅，具有活血散瘀、消腫止痛、祛風除濕嘅功效。咁邊度痛呢就噴邊度，對比嗰啲膏藥呢就更加之方便，而且呢佢比較安全啊，不含嗰啲毒性嘅藥材。大家記低未呢？